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8月1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下晡进行房屋税调整专栏报告，这台南乡亲也侪拢放听息去听取报告，了解房屋税对缩到15档的理由。地处市府表示，因为考虑到影响的户数较少，所以才以着民国90年7月1号作为基准。另外，为着要避免补充式的房屋税，所以采取分3档的方式来做调整。在议员詹顺良的带领之下，这台南的乡亲在下晡来到市议会，听取有关房屋税调整的专案报告，希望对着房屋税的调整方式，会当有进一步的认识。重新评定的房屋标准单价，仅适用于重新评定后新增改建之房屋，为依该函释规定，使用执照核发日期为103年6月30日，与核发日期为同年7月1日的2个建物，前后仅相差1日，因适用不同的标准单价，税负相差达1倍以上，背离了租税公平的原则。第二，为解决上述不公平现象，财政部在103年11月5日发布103年的号令，也是废止上开99年的函释，并规定地方政府评定房屋构造标准单价时，视地方实际情形，自行决定其适用原则。这个是我们决定用90年7月适用的一个法令上的基础。议员卢坤宏认为，全台其他县市拢是为103年以后合法使用指照的厝开始调整，只有台南对溯到民国90年7月份以后，批评市府根本是欺负台南人。议员詹顺良更指出，台南市房屋税伫15档内拢无做过调整，现在才要做调整的动作，根本就是为着要骗选票。全国甲台南市对民国90年7月初的厝开始爱加税，其他县市都103年，你即摆是安那？欺负台南市人哟，欺负台南市人好欺负哟，是安那？103年，全国你讲的，人各县市的税收拢咧调整，是安那独按台南市唔爱调整，因为这就是政客的行为，政客。就是伊创啥物货可能选票，只要我会当选，先互恁爽，安尼。啊无103年你敢唔调整？议员林义正指出，依照法令规定，为民国90年以后合法使用指照的厝，就应该爱受到调整。但其他县市受到民粹的压力，为民国103年以后的厝，才进行起价的动作。大家疑问的是，为什么台南市要从90年7月1号以后的新房才开始调整房屋税？那这个道理就是因为基于这个法律是从90年7月1号开始公布的，但这个新的法律的公布的时间，本来就是应该调整房屋税的时间。那可能有其他的地方政府碍于民粹，没有办法去从90年开始做调整。市府表示，考虑到民国90年以后合法使用指照的厝无遐尼济，只影响18%的户数，冲击较少，所以才以民国90年7月份作为基准。同时，为了避免暴冲式房屋税，因此采取分3档的方式调整。台新闻嘉生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105学年度第1学期高中甲国中小校长行政会议上午伫中央大学举行。咱市322间学校的校长全部拢到场参与，针对新兴的教育议题进行交流甲讨论。台南市高中、国中、国小总共322间学校的校长上午全部来到中央大学进行校长行政会议。
面对新的教育蓝管甲议题进行探讨，市长也亲自到现场，以发展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新住民小朋友学习母语，以及贯彻12年国教精神这3大点，甲济校长互相勉励。推动英语成为第2官方语言这样的目标，在教育的这个领域上面能够展现更大的成效。那本次呢也积极与公益团体共同签署捐赠及合作备忘录，并挹注经费推动英语学习环境，让使用英语成为市民运动。经得起学校能够创新英语使用方案，鼓励多元英语讲人，让孩子们拓展国际视野。学校开设新著名语言学习课程，培养孩子成为政府未来南向政策之语言人才。从新住民与师资的培训开始，并鼓励学校办理新住民语文课程、暑期乐学营队、新住民语言班等等课纲要将于107学年度逐年实施，以成就每个孩子适性扬才、终身学习的愿景，兼顾个别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与族群差异，关怀弱势族群，让本市的子弟透过适性的教育，激发自信并提升学习的兴趣。当时市府也将编列1342万，将各种基础实验室设备替换。同时投入4800万替换校园监视器，加强校园安全，并希望借由校长行政会议，加强各学校之间的联系甲沟通。台南新闻网赵总采访报道。市府社会局伫旧年举办世代团结活动，因为备受好评，所以今年继续举办系列的活动。8月28号甲9月11号这2天，就要用亲子参观员优惠来增进家庭互动。8月是充满家庭温情的月份，所以社会局委托嘉南药理大学所进行的托育资源中心，也特别设计飞龙地球，在伫各式各样的戏片演出，必来传达亲子3代同乐的情感，甲累积共同的生活记忆。同时嘛，透过简单的舞蹈动作，和亲子之间容易动起来。并校局长甲所贵宾嘛拢做伙活动，感受世代团结。那能够让这个民众安心的生育，最重要的就是像我们的托育政策。那我们托育资源中心，托育资源中心跟托幼的这个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如果能够把相关的事情做好、宣传好，那让大家民众年轻的爸爸妈妈能够安心的生小孩，安心的养小孩，这个绝对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让幼儿的成长，这个生育率的成长，来降低我们这个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哦。为了求近厝内人之间的距离，补足家庭功能，现在社局除了新市、安平、嘉义等成立托育资源中心，也为下管理过去的保密系统，成为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就希望提供家庭更较侪服务。同时，8月28到9月11号，嘛将来到盛华甲天公庙举办亲子观游会等参观游戏，通过传承和爱演说。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老大人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申请辅助器具的误解，社会局照顾服务管理中心上午特别出面澄清表示，重点就是一定要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是50岁以上符合身心障碍手册市民，通过申请核定，才会当购买或者是租借，并不是完全拢无限制。因为网络顶面有周刊报道，轮椅补助等长辈用得到的政府拢提供，甚至毋是给数日后买当办理。经过传播转达以后，这有需要家属拢纷纷来电询问。对此，社局提出澄清表示，所有需要辅助器具的市民，拢需要符合年满65岁适龄老人，或者是50岁以上有身心障碍手册市民等等，经过申请通过核定，才会当购买。台南市的照管中心的部分，我们的辅具补助项目的条件必须符合65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或者是50岁以上持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身心障碍证明的身心障碍者。
那目前我们补助的项目有包含一般轮椅、拐杖，还有我们的移位变盆椅的部分。那在补助经费的部分，我们区分为低收入户的话，我们全额补助；然后中低收入户的部分，我们补助90%；然后一般户的部分，我们会补助70%。多年适龄老人的辅助器具补助项目，通常是轮椅、助行器甲病床等等。如果是需要较特殊的物件，或者是 GPS 定位等系统，拢是需要符合身心障碍条件，经过评估才当助行购买。我们除了购买的服务之外，我们也有租借的服务。我们会由我们的照管专员到家户里面去帮老人进行评估，然后依照他的实际需要，会请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或者是我们的复健师会进行评估，然后提供老人最适合的服务，包含租借跟购买。照顾服务管理中心强调，民众有相关辅助器具申请的疑问，卖当直接洽询2931232。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蔡宏报道。第二款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来，阿弟对阿公行，行啦行啦行啦，不要紧啦，行行行。袂使啦。那袂使，阿弟上乖，对阿公过。袂。啥怎？先生讲一定要行斑马线哦，直接行过会足危险的哦。阿公知啦，阿公知啦，行斑马线。对啦，爱行过大路，爱行斑马线。来，阿公真一个。我不爱。啊？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近前因为团促餐厅为了避免心理障碍者影响一般消费者用餐，所以特别限制因用餐的时间。这项消息也让另一间餐厅为去年开始，每个月拢免费招待心理障碍者用餐，希望让消费者学习包容，同时也让这场校园透过出国用餐来学习。虽然餐厅店面无大，不过爱心却是满满。因为餐厅主人为了让这群连身远的心理障碍者卖当行出客地中心甲社区融合，对104年底就开始每个月定期招待因。目前该会超过300位师生已经轮过一摆，而且店内也有提供学员手做的紫苏梅等产品预备，相当甘心。而伫厨房正无用煮食的头家娘表示。因就是坚持一份对心理障碍者的关心甲接纳，因为一切辛苦拢有价值。我觉得他们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对啊。我觉得我们比较庆幸，就是说我们拥有健康的孩子，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康的，对啊。所以我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如果这些孩子他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到一个正常的餐厅用餐。然后透过那些老师跟执行长他们的认识，然后才知道原来做这个事情是可以帮喜憨儿圆，帮这些韩满耶娜圆梦。对，因为他们其实我蛮开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来了，他其实实际年龄已经30-40岁了，然后他们会很开心的跟我说，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到这种餐厅用餐。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窝心。然后即便你每一个孩子的那个程度不同，但是我们几乎听到的都是一个谢谢，然后我们都觉得我们做得很甘之如饴。为了感谢餐厅主人一直以来付出，每一摆来用餐的客员拢会献上因的爱心卡片甲亲手所做的产品，相当温馨。连胜远表示，透过餐厅的环境甲气氛，嘛是一种学习，同时卖当稳定情绪，更重要是打破民众对因的刻板印象。以孩子来讲，他们就是
一般没有办法有机会跟一般的民众这样子共融，然后一般他们用的餐点也没有办法说像比如说餐具啊，然后套餐这样子的用餐方式比较少，他们比较少这样的经验。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可以让他们有跟民众共融。那对一般民众来讲，他们可以对于身心障碍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餐厅主人除了爱心招待，甚至嘛坚持所有饮料拢是有机，要回来用餐的每一个人拢食健康。台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韩式烘肉随着韩国的流行，愈来愈受到欢迎。百货公司特别提供民众一个无同款的中秋节烘肉新选择，邀请大家去参加韩国食品特卖会。因应中秋节来到，知名百货公司希望带予民众无同款风格烘肉滋味，甲首尔同步推出侪韩国上改新的商品，亲就是白色烘肉、济州岛柚子茶、宝奇的韩国人参鸡，也佫有侪无同款咸度的泡菜会当选择。消费满5000，也佫有机会抽到首尔、台北来回机票。台南大圆柏的6楼活动中心举办了一系列的韩国展的活动哦。那这次韩国展特别的优惠，其中有一个大活动就是机票要送给你单笔买1000块，我们就可以送韩国来回机票的抽奖券点到劲除了好礼之外呢那我们这个活动我们会抽出1张那再来的部分我们单品版599的部分我们又送一个韩国非常知名的护手霜我们总共有4种口味那可以让消费者来这边随机挑选那我们送往送为止。那这次的特色呢除了韩国最好吃的最有名的人参鸡以外呢，还有人参那还有韩国各式的泡菜泡菜里面又有分萝卜泡菜等等那还有各式的中秋节的伴手礼。现场也有侪由韩国产地直送的农产品专区，以及具有韩国特色的伴手礼。展场也提供免费试食，喜爱韩国料理的民众就爱把握机会。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台南文化中心去年国庆推出用芭蕾舞来展现国家的品牌自制节目以后，今年再次推出年度品牌制作门芭蕾舞组。8月20號、21號將要用芭蕾舞來呈現人生的8種姿態。空中小姐的装扮，佮加上用广告书迄款的呈现方式，突破一般人对芭蕾舞的印象。台南文化中心2016年度品牌制作大戏《门》，用芭蕾舞呈现侪不同款的人，因的身份、因的生活经验等等，也联合大家最近足关心的奥运，以运动比赛的方式，互抢先一步观赏到的民众，拢感觉到写实芭蕾所带来的活泼气氛。生活的旋转门、职业展示，然后临门一脚、一语失火、五花门、政治的罗生门，一直到最后的遁入宫门。这出全新制作的舞蹈戏码，舞者的实力坚强，编排方式也充满了新调甲古典互相冲击的创意，和市长嘛大推荐。邀请我们台南市市民还有全国的好朋友，在明天、后天都能够购票进入台南市的文化中心，欣赏最精彩的表演。这出年度经典芭蕾戏剧《门》将在8月20號、21號在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邀请大家来观赏，也希望透过优秀的品牌制作节目，和在地人才有較濟發揮空間。台南新聞網早上為中採訪報道。
105年，台南市杰出演艺团队高度掌中剧团，今年各有新戏将要登场。这届是改编台南过去的历史，并且结合歌手为这出戏打造主题曲，希望带给观众无同款的体验。高度掌中剧团近年来因为创作台南在地故事布袋戏来出名。今年更加以吴恒前厝头家河滨的故事，加以改编成布袋戏表演，演出电成功。因为得到河滨的水师图，才顺利登陆台湾这段故事，并且结合歌手为戏做出一首主题曲，让这出布袋戏会当更加有生命力。今年呢，特别设计了星海迷踪这个故事呢，就是希望来传达河滨这一位传奇的历史人物。当然，我们对河滨这个人物的历史爬梳资料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历史是可以被选择的。那么，过去我们制作的布袋戏可能都是由汉人的史观在看待台湾的发展。那么，我们这次刻意在剧中呢，去加入了平埔族的一些史观，原住民的史观，就是希望说，在制作新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透过戏剧去传达，其实在台湾这块岛上的发展，其实有更多不同的面向。那透过戏剧来呈现，也是希望可以让整个我们的戏剧发展可以有不同的思维跟思路。完全没有唱过，这是一个非常巧合的合作。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啊。对啊，就是刚好有这次机会可以跨境这个艺文的参与这种艺文的活动，是对我来讲是第一次，那也觉得很荣幸。这出布袋戏将伫8月20号暗时7点半，伫台南文化中心嘉义广场上演，而且完全免票入场。高度掌中剧团欢迎大家伫这个礼拜六做伙来看戏，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10分，短暂阵雨，或者是微雨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